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相聚在他的殿中。这个礼拜是国庆的连假，也是我们10月的非常多连假其中一个连假。感谢主再次带领我们，不管你是在台南还是从外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一同聚集在这里。这时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将我们内心的担忧，将我们内心的困难都卸给神，我们安静的来等候神。愿主今天亲自来跟我们说话，用我们的心都能够向神敞开，来领受从他而来的祝福以及教导。我们为自己的心，为今天的敬拜来向神祷告。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祷告。再次的寻求你的面，愿主耶稣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同在。主，感谢祝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向你支取从你来的恩典。主，愿你同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向你献上一切的赞美感谢。哈利路亚。亲爱的阿爸父上帝，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主要感谢你带领台湾度过这114年，也感谢你祝福富强教会这49年以来的所有恩典。虽然在这充满诱惑、罪恶以及高举个人主义的时代中，我们时常感到无助以及软弱，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信仰以及与主你的关系。但主，即便我们会有时候会对生命失去信心跟盼望，但我们相信唯有你能够打破这些困难以及枷锁。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恩典，寻求你的力量。主啊，求你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愿你浇灌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从软弱变为刚强，从贫穷变为祝福，赐下能力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能够战胜一切的试炼以及艰难，因为我们知道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愿今天的敬拜如同馨香的祭蒙你的悦纳。主啊，我们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求你就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说话。主啊，感谢你，愿你就祝福今天的敬拜。哈利路亚！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这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的恩典要降临。哈利路亚！主的恩典要降临在这个地方。主，我们一起用欢喜的心来迎接上帝的灵。主就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哈利路亚！一起来拍手。将软弱变为刚强。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你能力不比我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主的恩典要降临在这里，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从头再唱一次。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
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你高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不逼我相信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主你的能力，你的能力不逼我相信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主你的恩典，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再次来宣告，主你的恩典降临在这里，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再次宣告，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哈利路亚！我们即将掌声荣耀献给我们的神。愿主你的恩典就降临在这个地方。主啊，我们要一生的来跟随你。主，唯有信靠你，我们的生命才有盼望。这时候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宣告，向你呼求。主啊，愿我们的生命都活出你真理的样式，赐下自由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生的来追随你。哈利路亚。这
心事，常与我同在。你是良善，从不曾离开。看顾我，等我面对动荡，陪伴我，能度过风浪。你托住万有，不曾失败。我要永远依靠你，你荣耀旨意永远坚定。我要紧紧跟随你，令我活出你真理，自由宽广的生命，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自义，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入光明，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一起来宣告，释放属天意志，我们不再被辖制，领受生命树的果子，我出你所造柔美样子。主你释放属天的意志在这当中。属天意志，不再被辖制，领受生命树的果子，活出你所造柔美样子，令我活出你真理。宽广的生命，脱下谎言和控告，除去论断和自义，在你里面我们能胜过黑暗入光明。这时代的盼望，为你而站立。在这时代，在这时代的盼望，为你。再次来宣告，主这时代要得着盼望。在这时代的盼望。我们仍然的站立在主的面前，来全心的来敬拜。主啊，你的名配得我们称颂赞美，我们要高举你的名直到永远。天使要一同来齐声宣扬。是的，主，你的国无穷无尽，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于你。我们用心灵诚实开口大声的来敬拜。敬拜你，尊崇荣耀你，大能的君王，
举你的名，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能力，我们高举耶稣的名。大能的君王，尊贵的君王，我们敬拜你，尊崇荣耀你。大能的君王，尊贵的君王，与天使齐声高举你的名，一起举起手，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能力，我们高举耶稣的名，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你的名，我们高举荣耀的君王，尊贵荣耀颂赞能力，我们高举耶稣的名。一起大声来宣告：主，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明亮的晨星，你的国度没有穷尽，你是世界，你是世界的拯救，你是得胜的君王，你是明亮的晨星，你的国度没有穷尽，我们高举
还有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迎接圣灵的同在，领受你珍贵宝贵的话语。愿今天的礼拜成为美好馨香之祭，献在主你的面前。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仍然要请大家站着，我们要一起来齐念尼西亚信经，我们用华语的一起来读。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可见不可见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一切的世代以前，从天父而生，从上帝出的上帝，从光出的光，从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不是受造的，与父同质同体，万物由他来创造。他为了我们人和为了我们的拯救，从天降临，由圣灵借童真于玛利亚出生为人，在本丢比拉多任内为了我们钉十字架，受难埋葬。按圣经的记载，第3日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要在荣耀中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们信赏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与子出，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他曾托先知讲话。我们信一个圣公同使徒的教会。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我们期望死人复活，来世的生命。阿们。大家请坐。恭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圣经节有2处，第一处是约伯记第2章7到10节，第二处是使徒行传第2章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撒旦就从上主面前退出，开始打击约伯，使他从头到脚长了毒疮。约伯去坐在垃圾堆旁边，拿了一块瓦片刮自己身上的毒疮。他的妻子对他说：“你到现在还持守你的忠诚吗？为什么不咒骂上帝，然后去死？”约伯回答：“你这个女人简直胡说！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高兴；他降祸，我们就埋怨吗？”虽然约伯遭受种种痛苦，他仍然不开口咒骂上帝。第二处圣经，这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献诗请三营小组，他们所要献的曲目是《我要向山举目》。献诗完毕，请本会夏牧师来讲道。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带来恩典的言语系列第4讲，题目是以属灵言语成就上帝梦想。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
谢谢善意小组用这首大家熟悉的诗歌，但是他们有变化而且不用看谱用背的很好的练习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但是是从心里一种虔诚的敬拜。感谢主。我们要分享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连续假日，感谢主让我们仍然能够遵守这个时间，在主的面前一起守主日。感谢你，因为神要在我们在安息的主日当中领受更多的丰盛的恩典跟祝福。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要一起学习，一起分享。愿主圣灵跟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刚好这10月份有好多连续假日那我们也一起用这个主题，就是带来恩典的言语系列来分享。那今天我们要做分享最后一个段落，就是用属灵的言语来成就上帝的梦想。那我们看有一个逻辑啦那就是我们在经文等一下我们会复习，就是说我们这个用属灵言语来成就上帝梦想，我们大概了解它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好像比较少有人来讲说上帝的梦想。上帝本来就是充满宇宙中，怎么有什么梦想呢？我们要稍微用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那我们复习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归纳我们这一次所分享的主题，就是带来恩典的原理当中，它是一个属灵的成长。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些都不是在我们手上看得到的、拿得到的、物质的、硬体的、第三度空间的，它是一个表面上看不到，但是确实存在的。就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去思考，就是有思想、有信心、有梦想、有言语那我们这1-2个礼拜呢有很多重要的国际新闻了一个国际新闻就是诺贝尔奖。可是我们看到他们得奖就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就是好荣耀好热闹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科学家呢，他们很多东西都是手上没有的，但是有一个梦想在，藉由信心、梦想、语言去造出了，或是去发掘出了上帝创造的奥妙。无论是医学好，或者是物理也好，化学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实际上好像看不见，但是他们在他们心里面，他们的梦想看见了。以及现在我们的那个电子科学是一日千里更是这一群人，他们藉由神给他们一个意象、一个梦想所造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些好像在实体上比如说我学音乐，我学这个技术你是实际上看到你手能生巧，那熟悉的，这个都是完全在属灵的空间里面。所以我们要去看重它，去理解它，去掌握它，而且是拥有它那我们这4个大主题当中，我们最后这个主题叫做言语。那言语里面，我们就是把前面那3个属灵的能力来灌注到言语上面。思想的言语，信心的言语。今天等于是我们最后一个系列的第4点，就是梦想的言语。那梦想的言语，我们之前是用操练、开发，然后第3个，今天我们用属灵的言语来成就上帝的梦想。刚刚我们就提到说，我们比较少讲用上帝的梦想那其实是用人的角度去看了好。那我们先做一个起头来做一个说明。上帝他是透过第4度空间来动工，他动工的一个管道就是梦想。圣经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什么意思呢？人民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跟方向，人民就无所适从了。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教会也如此，我们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子。那有一个重要点是，上帝一定会透过赐给他子女有梦想。如果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从来就没有梦想，那表示你还没有经历到神丰丰富富的应许。但是给你梦想，而且要借由这个梦想来动工，
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恩典哈。那上帝不会让我们依照环境现有条件来怀梦想。比如说，我现在看有的没有的，用这个方式来看我的梦想是什么，通常它是相反的。上帝是使人复活的上帝，他是使无变有的上帝，所以他是让现实的环境来配合你的梦想。也就是说，你本身可能身边钱也没有，材料也没有，但是你构造一个可能将来会呈现的是跟现实环境差距很大，差距大，那才看到梦想的伟大。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常常在用我们那个教会建堂的一个感恩来分享。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蔡牧师来我们当中，他自己亲自带领经历这个建堂。那个时候呢，我们教会其实那个旧的礼拜堂还是很坚固啦，如果在一般人来使用，再用个30-40年也没问题。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意象，什么意象呢？因为那个时候礼拜堂已经装不下来礼拜的人数。我记得我还在任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为了增加座位那这个小小的一个礼拜堂，因为有挑空嘛，挑空我们就用钢架、钢梁把它支撑起来一个小阁楼，让那年轻人到上面去做礼拜，因为太挤了，而且还把那个要放到地下室的那个楼梯上面也是用钢架把它架起来，让圣歌队到上面去做，因为刚好有一个阶梯唱诗歌也蛮适合的。那就这样挤，后来又有了那个直播的放到地下室去，还是不够。那从现实的环境来讲，那个礼拜堂如果好好使用，顶多再加一堂礼拜吧，那还是能用。但是当时的我们的团队就认为说，神在这个时机，在大家在人数增长的时候，有一种企图心或是一个梦想，我们来建堂。当时现实的条件，我们听当时的我们的同工说，才100-200万就是很少的钱，那钱怎么去梦想一个快1亿的建堂基金呢？从现实环境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感谢主，上帝不让当时的同工看现实的环境就打消了那个梦想，而是先把梦想建立起来，那个意向建立了起来。好，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去卖一些旧物品、二手货，我们去切那个白萝卜的那个来做那个那个腌制的萝卜给来义卖。我们很多人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一遍累积。而且让人感动的是，我们当时开始在建堂的时候，1个月至少要600万的一个基本的数字，才有办法跟着建堂的数字讲。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礼拜堂能不能建得起来。我们当时的昌城执事他们已经帮我们画了现在这个蓝图，就是以后要的礼拜堂，那钱在哪里？还不在。当时我们很多人是持负面思想的，当时是看重现实比看重意向更大的，会讲说没有效没有用啦，因为我们现在礼拜堂勉强用。但是后来神先给我们对面大楼的地下室，全部500-600平，突然间比现在的空间大很多。大家有一个想法说，那干脆就礼拜堂不用盖在地下室做礼拜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当时的团队还是认为说，神给我们意向是要把这个建堂，这个是当初王忠信牧师他们的家族奉献出来的土地跟礼拜堂，我们要把它建一个更辉煌更大的。所以那个意向仍在，只是神先给我们一个福利，就是地下室整个大的这个聚会厅，让我们不要到处奔波到处去做别的地方做礼拜，因为建堂已经拆掉旧的建筑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台南中会的教会，叫做民族的教会，他们当时也在那个时候跟我们同步想要建，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盖好了，已经礼拜10几年了
民族路教会现在才要拆，在那当时最热闹的民族路那个现在的三角窗，哇，很贵重的地方。但是他们因为没有其他空间，他们现在必须要搬到给人家借一个活动中心哈。以前我们的实践堂在看电影那个地方来做礼拜。神把这个意向跟信心赐给我们当时的团队，然后我们就一切依靠神。大家存着梦想，存着信心，存着宣告的语言，顺着盼望。当时我们那个周报，虽然我当时不在台南，但是我看到周报有一个房子的图，那一块一块黑的砖一直盖，一直盖，一直叠，从最空间，然后慢慢到堆满，直到快9年前，我们最后一个感恩节说，我们来把建堂的所有的经费把它完结，所以那一年我们就做一次最后的奉献，把所有的贷款、把所有的资金完全都结清了。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每一年所经费的累积，就变成结余了，变成我们又累积一个新的一个款项。神不让我们当时的弟兄姐妹看现实的环境打消，而是先看那个蓝图跟意象，然后我们往着这个理想迈进。这是我们实实际际最直接给我们的例子做恩典哈，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为了孕育上帝的梦想，我们需要将这个未成就的梦想视为已经成就。就像当时我们蓝图画好了，就说我们以后的圣殿就是这样子，然后朝这个梦想来前进，而且宣告每一个礼拜，我们知道我们当时为什么有守望代祷团队，当时最大的目标就是为了我们建堂来祷告。所以好几十位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在祷告室里面宣告，神啊，这个礼拜堂是你所赏赐的，我们要把它完成。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我们的实际的经历。所以你宣告它已经成就，就在梦想里面还没有达到就是我们实际没达到，但是梦想已经达到的时候，宣告的时候，上帝的梦想才会在我们里面孕育，最后成就起来。因为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这一个单元是说用属灵的言语来完成上帝的梦想。那这个上帝的梦想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梦想的上帝，他用独特的方式来把它成就。神先给我们梦想，但是他又用梦想来让我们来特别的力量来成就它。因为在梦想成就以前，他先让我们的梦想已经成就。刚刚我们提到了，然后再加上宣告，那最重要的是言语。为什么你兄在里面想念头就好了？为什么要宣告？因为宣告就是一个有权柄的力量。宣告是一个让人知道你的意向是什么，特别是在神面前宣告。神说：“好，你有这样的信心，你不止这样念头，而且宣告出来。那我们一起来成就它吧。”那刚刚我们提到说，到底为什么要讲上帝的梦想？他是无所不在、全知全能的神啊，他有需要梦想吗？这个梦想的意思是用人的世界去理解，因为上帝的梦想是在这个世界，我们人类当中，就是为了让世人都得救。我们用人的角度说，这个上帝给我们的梦想，所以这个梦想是他提出了，但是要我们全基督徒一起去把它成就出来的。因为若是没有口里宣告，这个梦想就会消失。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要那么多手续呢？神给我们成就不就好了吗？我想到了，那就成就啦。是因为我们宣告是具有权柄的，是有属灵能力的，因为我们要抵挡魔鬼的攻击。我们刚刚都知道既然是第四度空间，是看不见的。你我在思想上酝酿，在信心上建造，然后在梦想上一直规划蓝图，但是宣告是为了要让魔鬼没有那个门缝来见缝插针。所以呢，因为他常常在试探我们的信心，诱惑我们说你拥有的梦想不切实际啦，没有用啦，最好不要啦。我们从圣经许许多多的事情都看见了。
所以为了不被击败，我们就是要宣告这个梦想。我们在德州有一位出名的电视布道家牧师，就是这位约尔奥斯汀。他的演讲非常简洁，非常的口齿很清晰，很多人喜欢看，而且他传讲的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思想，所以很多人喜欢听他的布道，而且他们的教堂、他们的诗歌都非常的棒哈。那他讲过一句话，就约尔奥斯汀说，我们的言语在梦想成就的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言语，因为言语会影响你的动力，影响你的这个思维，影响你的一个传递的意向的力量。所以他说，光只做白日梦，或是以信心的眼光来盼望还不够，是要宣告出来。上个礼拜我们曾经提到这位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叫做赵雍基牧师哈。他上礼拜我们提到他的见证，他说他宣告要成为一位到全世界各地布道的牧师。他因为这样的信心宣告之后，他就努力，他没有说坐在那边做白日梦哦，他认真的学习英文、英语、日语、德语，然后他真的有办法去到全世界各地，他可以用这几种语言来交换，所以他传讲不用人家翻译，所以他就成为一位到世界各地，而且派了600多位宣教师到各地传福音的，是因为他当时的环境是非常的恶劣没有机会的，但是因为藉由这样信心的宣告，圣灵就给他成就了。那我们另外一个赵雍基牧师的意向，他在1950年，我们上个礼拜讲说，在韩战的时候，整个韩国是非常萧条的，因为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是非常严重，而且他们是在境内作战的，对不对？北韩的军队，包括中共派过来的支援军，都完全整个把整个首尔整个韩国都踏一遍了。我们当时在日本2次大战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台湾是日本的领土是跟美国是敌对的。美军在最后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来我们台湾，特别是南台湾，轰炸的不得了。一些老一辈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个印象。当时最严重的就是高雄港，他把高雄港那些军舰跟那些船舶都打沉了，等于让你连船都进不来，对不对？交通都没办法。另外一个就是在冈山，因为当时我们冈山就有空军基地了，现在变成空军官校。当时的整个冈山都被炸的都土都翻过来，还包括我们台南，那个时候台南也是这个重要的都市，很多地区都被炸掉。所以在战后的时候，台湾也是一片百废待举。韩国比我们晚了几年，在1950年也发生了。在那种最恶劣的环境之下，赵雍基牧师成为一个传道，他跟他的岳母、他太太，还有包括两位弟兄姐妹一起创立了这一间，它叫做大藻洞的帐篷教会。那个时候是美军留下来的那个帐篷我们像美军要到外面打仗的时候，要有一个房子嘛，就是用很厚的帆布把它盖起来，然后他们就在那做礼拜。这位赵雍基牧师他说，当时在1958年开始的大藻洞，那个地方是一个到处都是芝麻田我们这边芝麻大概在善化、安定那边才有，我们当时的富强教会附近都是甘蔗田。那他开始用帐篷来传福音。那个时候的环境普遍大家都很贫穷，但是他那个时候就存在了梦想。他说当时呢，到处都是稻草带、帐篷、芝麻田，礼拜天没什么人，下雨。他说青蛙比人还多青蛙跳来跳去。但是他说没有失去心中的梦想。当时他的梦想是说，面对这个苦难的大众，这些韩国的百姓，他要传全备的福音给贫困的、生病的、遭受冷落的人。这个梦想一直到我们后来参加访韩圣会，他在讲的道也是一直这样的
角度，就是存全备的福音，那就是用约翰一书里面这个出名的经文，他说是要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的福音。当时是有这个历史背景的，是因为百废待举，人民很失落，没有盼望，他就传这样的健康的福音、正面的福音，要拯救他们脱离绝望。虽然环境很艰困，同样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不只传这个全备的福音，他还存在的意向，面对下面只有5、6个人，他说要建立一间世界最大的教会，这根本是白日梦。很多人在笑他但他仍然心中存在了这样的力量跟信心。虽然有人嘲讽他，有人冷落他，但在帐篷教会的聚会当中，众人没有椅子，坐在稻草袋上面，他还是这样的勇敢的宣告。他后来这样宣告自己，从5人的开拓者，他后来建造了70、80万的韩国汝矣岛的楚留音教会。他们当时从西大门在市区搬出来，因为人太多了，要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当时最便宜的土地就是在这个汝矣岛。我们如果知道韩国的这个地理，你知道它是在汉江里面。你们知道，像那个河流它在冲击的时候，会在河中间会有一块土地出来，那个岛叫做汝矣岛。因为当时土地很偏僻，政府在鼓励人家开发嘛，所以他就比较便宜的钱，把这个汝矣岛一个最中心最大的地点，然后把它盖成这一间楚留音教会。那现在变成他们整个首尔的金融区啦，而且四通八达，很多桥啦、路啦都接上来了。那他就在这边成为世界最大的教会。所以他的见证是说，所有的环境跟条件，他不是因为看见的现实，而是凭着信心宣告出来。在疫情的时候就已经安息了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让我们得到一个信心，就是一个跟随的信心。虽然我们不是赵永基，也没有他们那么大的能力，但是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在你的教会，同样都具备这样的属灵的力量，让我们去追求。这是他们最大教会用空间从空中造下来的礼拜堂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宣告上帝的梦想，他会透过准备好的人来动工。我也接受上帝满溢出来的福分的梦想，我们要时常预备自己成为更大的器皿。我们即将在10月2号举行长职的选举，那我们都会跟这一群要接受选举的弟兄姐妹鼓励，神差派了你，就是要装备你，让你成为更大的器皿，有一天为主所用。今年我们特别把40岁以下的年轻的候选人放在一区，就是说，我们除了有一些很有经验、有社会经验教会服侍很久的，成为神的同工，我们也希望年轻一辈从年轻就开始委身在操练上面，因为我们都期待他们成为更大的器皿为主所用。因为上帝是要透过准备好的人来动工，他不会随便抓一个人，好像在抓人丁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要向自己宣告，积极的言语是什么呢？不管上帝要赐下何种梦想，他一定是赐给那个有信心的人。你说你躺在那边一直做白日梦是不可能的，是有积极自我形象跟自信的人，因为相信跟期待上帝梦想成就的人，他会爱惜自己，他会努力装备自己，有什么样的操练，有什么样的服侍的岗位，有什么样的一个栽培门徒的，我就是愿意去受栽培、受教导，因为我要预备成为神所用的。所以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 slogan 名言是说，你不要这个很厉害才开始，因为你开始了就会很厉害。这个意思就是在鼓励说，我要装备到什么程度，我才能为神所用。我开始了神就会加倍力量给我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有提到有梦想，但是因为我们要这个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防备魔鬼的攻击。我们的幸福小组
我们的这一个建堂，我们教会的成长，魔鬼最不愿意我们认真。你说你要传福音，魔鬼说哇那不得了，你要把我的权势抢夺过去，那还得了？他所管辖的人，你要把他抢回去，抢救他的灵魂，那还得了？所以他就用尽各种办法来攻击你。所以我们要预备，要提防魔鬼拦阻我们梦想的成长。当梦想让上帝的众儿女合一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散布谣言，他是要瓦解你。其实我们都知道，魔鬼的攻击，我们好像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因为看不见嘛，第四度空间嘛。但你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台湾最大的这个困难或是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对岸给我们的什么认知作战，对不对？我们明明我们这边很好，他说很差，还用影音什么来打击你，让你没有信心。那问题就像这样，魔鬼的力量就是故意要见缝插针，他让你瓦解。当我们合一要做工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些很小小的挑战，这样子。我们说，特别是教会，当我们不时会看见魔鬼在散布谣言，我们不要以为说怎么有可能？大家同心合一，弟兄姐妹大家重建在一起，怎么会有可能呢？他就是会用你最信任的人来攻击你，知道吗？那个攻击人他也不知道，原来这个是魔鬼的诡计。就像彼得他在阻止耶稣的时候，耶稣说魔鬼退去，同样的意思了。那彼得他也认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啊，所以魔鬼常常借着我们最信任的人，包括牧师长老、执事、平信徒、小组员，他用伤人的言语来破坏，那是我们最困难去提防的。他如果是一个敌人，我们现在知道说对岸他常常攻击，我们就要小心嘛，对不对？大家一起同心来提防啦。有什么谣言，我们把它破解嘛。还包括最近电视一大堆的我们这个诈骗、防止诈骗的广告，他就让你说，敌人在这里，你要小心哦。同样的，我们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地方，我们更加防备。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同工在推动幸福小组的时候，很奇怪，明明都计划好好的，就产生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出来。有人车子被卡住了，会擦伤了，或是有发生问题了，甚至明明这位福音的朋友答应说好，我一定去，突然到时说对不起，我塞车不能来，或者我家里有什么事不能来，这个事情是司空见惯的，那你不要以为奇怪，魔鬼就是见不得人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说不要很天真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而是说你用属灵的力量去看这件事情，也不是责怪这个人而是说那这个魔鬼的攻击来了。你知道我们当初建造教堂，我们说我们用我们的代祷团队，从那个时候是最大的责任，就是用守望让我们的教会建堂不受影响，能够顺利来完成起来。那一个最具体的例子，攻击的例子，魔鬼攻击的就是在我们刚读的约伯记那我们先来看这一句，魔鬼通常会利用我们平时所信靠的人来迷惑我们，所以信靠的那才会让你没有提防嘛，对不对？如果一个你平常常常在敌对的人，他讲一句话你就知道要小心了，他用你最信靠的人来讲，让我们陷入。所以我们常听到一句那个谚语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那我们就知道那个语言的厉害在这边，因为那个加有魔鬼，魔鬼是加码在里面的，让人发笑，让人产生畏惧，让人产生失去信心、信任，都在这边。所以刚刚我们说那个约伯记的故事，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们就简单来回顾一下就是撒旦要攻击约伯，让他全身都生毒疮。那约伯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就在勒索这一旁，我们这个和合本是说在撒灰啦，可能为了让那些毒疮生来那个
那个汁液，用灰把它稍微把它弄干净一点，而且还拿瓦片来刮自己的毒疮。那我们看到撒旦呢，透过他的妻子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你想，如果他的妻子这2个字不要出来，你会觉得人家骂他好像还大概可以理解。你到现在还持守你的忠诚吗？为什么不咒骂上帝然后去死？你不要看他妻子，这是谁讲的？竟然是他最亲近的人讲的。你说他的太太不爱他吗？不关心他的病痛，赶快好起来吗？他是在某种因爱而产生某种这个信心瓦解的时候，魔鬼就借由他来跟约伯来讲这句话。圣经怎么说？圣经看到约伯回答：“你这个女人简直胡说！上帝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高兴；他降祸，我们要埋怨吗？”他就已经理解到，人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苦难、罪的世界。上帝有时候赐福给我们，有时候是我们遇到无法预料的魔鬼的攻击，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埋怨。所以他讲了这句话说：“虽然约伯遭受各种痛苦，他仍然不开口咒骂上帝。”哇，一个遇到那么痛苦全身生毒疮的人，竟然他还守住这样对神的信任，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信仰模范那所以我们从这一个事情，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解：你身边最信任的人，最旁边的人，有时候一旦被魔鬼趁虚而入的时候，变成是你攻击你最厉害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常常讲说祸起萧墙，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最旁边发生的常常害你人是你最亲近的人呢。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历史的故事通常最大的敌人就在身边呢。我们也看到日本的战国的故事，一个最出名的故事叫本能寺之变。当时的那些所有的那个将军呢，以为要对外攻击，没想到竟然他自己的里面有人来叛变了。所以呢，我们从约伯记给我们的学习有这样子：魔鬼想让约伯埋怨上帝，但是他并不以口犯罪。魔鬼进入他妻子的心里，透过他的口来攻击他。太太的口，当然先生知道说这是我旁边的人但是讲出来的话是魔鬼的话，那才可怕。还有，我们也看到这个有一段地方我们刚刚没有看到，就是第2段，约伯仍然没有犯罪，撒旦完全输给了约伯，因为约伯没有任何的空隙让他攻击，所以约伯自始至终都在上帝面前持守纯正，而且全心敬畏神。弟兄姐妹，借由这样的提醒，我们要在努力了，无论在教会或你信任的当中，我们要用祷告，愿神来遮盖我们。刚刚我们提到说语言的变化，上帝的梦想，其实用人的角度去看，神愿世人都得救赎，都归正。那我们在团体里面也要说这种鼓励、称赞、感谢和充满爱的言语。我们富强教会常常在提醒我们富强教会没有说比别人厉害、别人强，但是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用言语能造就人的教会，用称赞、感谢、充满爱的语言，在团队在上帝面前同心合一，迈向梦想成真。因为神那个魔鬼最容易攻击的点，就是让你不同心，让你不团结，让你2个人意见都很好，但是对立的。你讲的头头是道，我讲的很有理论，好了，2个人冲突了。你知道吗？很多教会人才济济耶，但是奇怪，越厉害的人越容易成为对立，然后你讲一套，我讲一套，就不合一。所以你好的构想，到最后是败在自己的人身上，那是多可惜呀！所以我们不只是看见自己的领受，而是我们要去尊重别人，看见别人的意向。所以讲同心合一、称赞赞美的话，而且我们还要尊重他人的梦想。
我们不要一下子用自己的角度跟察觉就否定了对方。也许可以听听他讲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在小组里面是这样，在我们的特别是幸福小组要传福音的模式里面，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要庆祝50喜年，那是多大的一个工程啊！我们在2年前就成立了小组，成立一个筹备队，我们一直在讨论怎么样是让神的恩典透过我们庆祝50喜年，让神的恩典在更大的彰显。每位弟兄姐妹好像就是一个2.0升级了，服事升级了，属灵的这个思考更升级了，我们的服事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信仰，包括我们同工、我们事工都更加升级，这是我们最大的期待。所以一起经历梦想跟神迹是最大的。最后一个是我们要来实现上帝的梦想。怎么实现？上帝他能做任何事，但是他要透过你来完成。就像我们训练一个孩子，我们训练一个球队，也许这个教练很厉害，他自己下场还更好，但是要训练你成为一个最好的选手。上帝也愿意这样子，他可以成就任何事，但是他要你来一起成就上帝这个梦想。所以上帝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又大又奥秘的梦想。什么梦想呢？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个梦想。他也梦想全人类可以从最终得到救恩。用人的角度去思考神愿意这个梦想能实现，而且是全人类得救恩，但是要借由你的口、你的手、你的邀请、你的心、你的祝福，带领人归向主，进入上帝的国度，享有永恒的生命。一个小故事说到传福音是何等的重要。我在年轻的时候，大概跟我这种年纪的一个读过这本书，就是诺曼文森皮尔博士所写的，叫做《人生的光明面》。这书当时流行到一个地步好像印了好几10刷就对了，因为他的故事很简单，而且非常激励人那这个故事是讲，因为这文森皮尔博士他自己的感受了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先看这个图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的爸爸原来是一个医生。这个文森皮尔已经大概过世20年了吧。他的爸爸在早前那个时代，经济什么电灯啊、汽车都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他的爸爸原来是一位医生了说医生当时当然收入很高，他的家庭非常的生活非常的好过。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他的爸爸就蒙呼召成为牧师，放弃了他医生的工作。你知道，马上经济就减少了嘛，收入减少了，生活马上有困难。然后这对这位年轻还很年幼的文森皮尔博士呢，他就觉得非常懊恼我的需要的花用都没了就抱怨父亲的决定，说你怎么改行当牧师呢？这样子这个埋怨一直放在心里面。突然间有一天礼拜结束的时候，他们在吃午餐的时候，听到一个电话进来，原来是从一个当时的风化区，我们说红灯区有一位19岁年轻的妓女打电话来求救。她因为病得快要死了，所以找到她的父亲，因为她知道这位牧师以前是医生。她说我快要死了，但是没有钱来治病，非常的痛苦。听说你曾经是医生，能不能来帮助我这样子？那这位老皮尔就是赶快过去，看到那边是一片脏乱，很污秽、很阴暗的小房间里面，一位19岁年轻的少女濒临死亡了。他给他做诊断之后，知道说原来已经拖太久了，大概没有救了，回天乏术了。那这样，这个专业医生判断，那怎么办？是不是就直接放弃？这个时候，这位皮尔博士当时小时候跟着他一起去的，他看到他的爸爸打开了圣经，开始向这个少女传福音。讲完之后，这个少女突然间非常的触动，
她说我是一个坏女人呐、因为我父母都信耶稣，但是我小时候也去过教会，我因为流落他乡到外面发展的时候，不小心沦落交到坏朋友，后来变成一个妓女。她自己觉得自己很惭愧，她说我现在不但没有信耶稣，而且我是一个脏的女人这样子。哇，这个自我形象是差到不得了。也许因为这样，她自己的病就那么严重。但是皮尔牧师来回答说，不是，你是一个好女孩，你本来就是好女生，只是来到这个不好的环境而已啦。他还勉励她说，你是一个像天使一样乖巧善良的女孩，只是不小心陷落在这里而已。只要你愿意悔改，你就会回到你原来美好纯真的样子。哇，这位皮尔博士就看到父亲用这样话来鼓励他，很感动。他说他的父亲竟然可以对被众人指责的妓女，因为人家讨厌的人说如此积极的话，为了让他传福音那么样的努力。尤其他已经看到他已经不久人世了哈。这位皮尔博士他想到这一幕，他会全身还会发抖，他觉得看那个景象他吓到了，或者说震撼到了。老皮尔牧师继续跟这个少女来讲神的慈爱，他说耶稣为你舍身流血，被钉十字架，所以你要相信耶稣，因为他用宝血洗净你的罪，圣灵会让你成为圣洁。你知道，在那种环境沦落的人，是自我形象差到大概没有什么可以描述了。但是神，他对他讲神的话说，耶稣会救赎你，圣灵会洁净你，那你就成为上帝的百姓，这一到天国享受永远的永生。这位年轻的少女就流泪说，像我这样的罪人也能够因为信耶稣得救吗？皮尔牧师就按手在他身上说，靠上帝赐给我的权柄，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宣告你已经得到救恩了。这位皮尔医生他说，借由上帝给我的权柄，就是言语的力量，权柄宣告他要得救。哇！他们看到这位少女在奄奄一息当中流下了眼泪，心中的重担都卸下来。这位皮尔博士说，他跟爸爸回去家里面才1个小时，就听到有人打电话来说，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好了，这是一个让人家很感伤，但是也是一个拯救灵魂的故事。不过更加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位皮尔博士，我们看到人生的光明面，最近还要出版新的版本哦。如果有兴趣，你去上网去查，新的版本可以看一下，很多激励人的故事哈。影响到这位皮尔博士，他说：“我也要成为像我父亲一样，宣告神的福音，担当拯救灵魂的神圣使命。”后来他就走向一个激励人心的牧师哈在60、70年代的时代，成为一个美国出名的牧师。弟兄姐妹，神应许说要把他的灵倾注在每一个人身上，儿女要宣告他的信息，年轻人要看见异象，老人要做奇异的梦。我们不要把它以为说这一种缥缈的言语，不是啊。因为说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倾注出来，甚至要给人奴仆和婢女，我要宣告我的信息。这是神用言语的宣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领受这一系列的言语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向人传福音，这是个言语最重要的一个工具跟责任。所以呢，带领人信耶稣，是因为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完成上帝梦想的工具。我们也常常会喜欢读雅各书，对不对？他讲得非常透彻。他说我们人的舌头可以讲造就人的话，也可以像烈火一样，像恶毒的烟一样，会让人家遇到伤害。那我们的口用来传福音是最美好的、最美的，所以我们要时常完成天父的梦想来传福音，向世人来传递这个梦想。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彼此努力。我们说，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是一群被得救的人。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为了大家聚集在一起，
享受、庆祝、欢唱上帝的恩典。我们是一起聚集在一起，将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分享给还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呢，我们的口能发出最美的宣告，就是上帝的慈爱和传福音的语言。言语的宣告是我们善用第四的空间灵性最佳的方法。期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看重这4项重要属灵指标：思想、信心、梦想跟言语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又带有重造现实环境的力量的言语，我们透过第四度空间言语来决定我们的思想、信心跟行动，让思想、信心、行动透过我们的语言来呈现出来，然后最后看到这个环境被改变。这个改变不是说像造红基牧师一样建造一个世界最大的教会，其实我们从小小的种子出发，你会在你的家庭里面，这个梦想会实现。你的工作、事业、你的健康，还包括你的家庭、你的家族，还有我们的教会，我们用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路径，用言语来宣告这位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所以传福音是神所给予我们的，向上帝的慈爱跟福音宣告出来，让灵魂得救，让上帝国的国度扩张，那就是最圣洁的言语来宣告。上帝要用我们的口来完成伟大的梦想。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借由这4项属灵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建构一个在主里面，我们常常在第四度空间看见神所为我们建造的美好的未来，让我们脱离这个物质的世界、看得见的世界的束缚跟羁绊，而且看见神在第四度空间给我们的思想、信心、言语、梦想，造就一个我们觉得好像现实世界看不见的、不可能的，神为我们成就。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研究、你的成长，都包括在里面，不只是公众的事，还包括你个人的事。愿神藉由这样来祝福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做祷告，再唱一首诗歌，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坐着唱，主你是我的力量。如果同工有麦克风我们的境外同工可以带领我们一起唱。你是个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再一次，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阿们。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弟兄姐妹，一起为以下事情来一起代祷。第一个，我们为自己祷告，借由这一系列的属灵的一个分享，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思想、信心、梦想跟言语，而且用言语来完成、来宣告前面的3项思想、信心、梦想的实现。让我的口成为造就人的口、激励人的口、建造信心的口。愿我们在家里面、在朋友当中、在同事当中，
我们的言语是带来祝福跟力量的，让我们从身上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第四度空间带来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个，我们为教会在推动的50禧年事工的预备，还有我们在幸福小组福音茶会所推动传福音的工作，愿神亲自保守，抵挡魔鬼一切的攻击，让我们的福音的种子撒下，我们属灵的果子能够收成。第三个，我们为自己的家庭蒙祝福祷告，用祝福的话语，祝我们的家人能够像周报里面所写的5项的祝福，都临到我们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亲人当中。也为在这一个连续假有弟兄姐妹外出的，让他们出入都得平安，有个美好的假期。我们为这些事情，还有你自己的感动，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弟兄姐妹，感谢你的恩典，你的力量赐福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平安喜乐在我们当中，愿你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属灵的教导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说出属灵装备造就人的言语，是一个宣告神祝福的言语。愿我们所做的荣耀你的圣名，也让我们在推动50禧年跟福音事工能得到神的祝福，一切的应许能大大成就，让更多的属灵的果子被收割。愿神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家庭，大家都得到神的祝福，家庭充满了神的恩典祝福力量让我们得到5重的大祝福。感谢赞美你，亲爱的父神，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发生跟没发生的祷告，愿神都亲自来成就。主啊，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有造就人的话，也有伤人的话。神啊，让我们心灵出自内心，有圣灵的同在，所讲的话是充满激励、造就、肯定，而且带有权柄的话。主啊，让我们借着语言，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还有同事当中，成为神祝福的出口。神，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在幸福小组福音茶会以及50禧年庆典当中，神的保守，让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让我们所做的事情都顺利，有种子被撒下，有属灵的果子被丰收了。神，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主你的百姓，你所爱的子民，大家在家庭亲人当中得神5重的祝福，有健康的身体，有事业的兴盛，有心灵的喜乐，有美好的人际关系，还有灵命成熟跟健壮。这些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人需要得恩典。愿神将这恩典赐在每一位恳求你专心朝向你的人。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奉献，请执事来收奉献。兄姐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你
姐请坐。我们一起来背诵本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前书1章5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前书1章5节。我们翻到周报的第2页，本周圣工还有下周的圣工分配，主理下周主理是曾瑞平牧师，司理是仪师员会长，第2堂是胡哲豪执事。我们翻到第3页，上周、本周各牧区小组的聚会状况，请我们自己来阅读。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消息，本会定在下主日10月19号召开定期小会。第2点，小会公告，本会定于11月2号主日召开临时会员合会，举行明年度的长职轮休改选。第5小点，公告的会员名单，我们今天会公告在籍的会员名单。如果说大家有籍不在，或者是籍在要做修正，请向办公室来做更正。第3点，本会定于下主日10月19日举行松年主日暨重阳敬老会。第4点，本会第8期的幸福小组幸福福音茶会订入第2时程。幸福小组茶会第2时程，9月到11月要邀请Best 的福音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第3时程名人福音讲座安排在10月26号由潘志豪牧师11月30号杨立先董事长那12月14号的时候会邀请愿意受洗的 Best 的朋友来参加受洗的典礼。第5点，本会定在12月26日主办第1场的福音主日名人讲座，刚才已经有念过了。第6点，本会教育中心装修工程施工，请兄姐来一起关心代祷以及为了这个经费来做奉献。门徒培育事工，社区书法班、音乐班招生，哀伤陪伴的这些事工消息，以及管弦乐团开课的消息，麻烦大家来看。下面牧区松年团契，比较特别的是松年团契在11月12号的时候要到屏东去看海美术馆岁末灵修1日游请大家来关心。以下呢，请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个10月份连续3次的连续假，2个礼拜后还有一次大家好好规划宝贵的时间，有美好的家族的联谊跟休假但是我们也不会阻挡到就影响到我们聚会敬拜那牧师先做一个欢迎新朋友的介绍，有一个胡慈玉，是不是？慈玉姐妹在这边，那我们欢迎你好不好？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我们郭淑珍姐妹介绍的，欢迎你常常来好，另外一位是王博凯，有没有在这边？博凯，来，欢迎你。他是婷娜的儿子孩子他在台北工作了今天放假回来，我们现在就有交流了，我们有放假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在外出，但是也有从北部回来的青年我们欢迎你们常常来参加聚会，领受神的恩典。那牧师来做一个补充，最主要是第一个，我们要欢迎去了10天在台北努力工作传福音的我们的团队回来了，在场的请站起来，让我们热烈欢迎好不好？来，在场出去的，好，欢迎你们，哇，凯旋归来凯旋归来不简单了谢谢。
我一直以为说台北那边因为比较凉爽一样，听说很热，听说很热。希望你们赶快制作一个短影片让我们分享啊，无论在网络上或是有机会在这礼拜堂让我们认识你们的服事啦哈。愿神赐福悦纳你们的服事。那其他的细项报告我先讲啊。第一个，我们那个装修工程啊，谢牧师提醒我说，我们地下室的所有的这个洗手間都做好了，现在就剩下1楼跟2楼啊，因为有大装修，所以都全部拆掉重来，所以会比较晚一点。那其他地下室现在等于是完全都恢复可以使用了，我们可以要使用空间可以来哈。第二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举行医治祷告啊，因为下礼拜要有一个福音主日嘛，所以我们提前1个礼拜做这一个医治祷告。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今天因为又是连逢这个年假哈，我们午餐还是暂停，大家这个跟抱歉包涵。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50喜年的赞美诗歌的谱曲甄选，我们信理老师写的非常棒的那个歌词在楼下的那个看板上面。那赶快你有感动作曲要来甄选，到下个礼拜就截止了啊！我还听到我们教会一个阿嬷，她说我也想写曲子呢。她女儿说你每次怎么都要参加？她不一定，她写的曲子有感动人，圣灵动工也不一定。所以你有感动，有台语的一首，还有国语的一首，下个礼拜就截止了哦。不然就从已经投稿的人来做甄选了哈，请大家努力踊跃的配合哈。那牧师要做的最后的一个报告就是，我们请同工把那个候选名单图卡拖出来好不好？我们呢这一个改选，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大家很熟悉啦哈。一般的教会他们4年才选一次，哇，是大工程。但我们每年都选，技术上比较简单，因为受选的人数比较少。我们的长老候选人是1号王卫鹏、2号陈秋怡、3号胡哲荣、4号李宗杰。我们要请从4个候选人当中选2名，所以周报里面都有写了，你们要先做一个感动祷告，说神啊，我要选哪2位，因为是神给你的感动，不要说我有什么好恶，就从神的感动来选2位哈。执事是比较稍微复杂一点，我们分了2组，为什么分2组？因为有人就说奇怪，怎么号码没有连号？原来是为了让大家有区隔啦。是个位数的1到7号是青年组，哈哈，青年就是大青年了，不是小青年了，已经40岁了嘛，哈，大青年。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不是50喜年嘛，我们能够交班了嘛，对不对？年轻人出来要担当了嘞，哈。好，1号是王建伟，2号金晋吉，3号洪佩仪，4号李文文，5号林继平，6号许立传，7号是张月琪，这7位。他们都是40岁以下的。我们在选举之前，我们会请陈校长来介绍说怎么样勾选呢？其实也跟一般的选举一样，只是说我们希望40岁以下的能够有一个优先被选的机会。比如说至少有1个，在7个人当中有1个，当然2个3个都更好，但是至少有1个会被选上，是我们的期待啦哈。那也不是说40岁以上都不好，是因为我们希望老中青都同样得栽培。来，我们看第2组，是一般组，就是11号韩启智小组长，12号陈淑文姐妹，13号黄小蜜姐妹，14号是李宗杰执事，15号胡哲龙执事。这2位他们长老也候选，执事也候选，因为他们2个同样资格啦哈。第16号是陈前和。第17号王俊仁。好了，这些名单我们都看到了，也看到照片，但是最真实的就是下个礼拜，我们请这群所有的候选人2堂礼拜在报告这个时间都出现坐在第一排，牧师一个一个介绍，让大家看到说原来照片的你是跟实际的你，因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参加第2堂的，有的参加第1堂的，真的有时候真的不认识所以呢，经由介绍都是长小会当中听说万中选1的啦，当然也有人很理想，但是他说对不起，这一次还暂时不要，那就没办法我们不能强迫你但是这14位我们14位执事4位长老，我们感谢他们愿意有呼召的心，要被神所用那还有1、2个技术上的，第一个，我们本来是要发实体的名单但我想说。我们现在电子版很方便，传讯给每一位，
你只要查一下你的名字在不在上面，那就解决了，不用一张纸哈，要印300-400张周报的纸，真的是有点浪费了。但是个人看一下你的名单在不在里面，就已经 OK 了。但是我们请长老、执事还有小组长多一个工作，希望你能够拿纸本的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名单每一年都有变动，比如说去年到现在有受洗的要加进来。第二个，我们有弟兄姐妹因为过世安息了要删掉名字。那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有变动，比如说我平常都在这边聚会，因为现在出国了，到外地了，我们要把它拿到不可抗力。那也有不可抗力要拿回来，这些都需要小组长来协助哈。那这个更重要的动作就是小组长能够有2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邀请所有小组员11月2号那一天要来参加礼拜，因为我们怕选举的时间不是很足够，所以我们就要8点半在第一堂礼拜的时间就开始做礼拜。那前面做礼拜大概到10点多就开始进入选举，所以你一定能够参加一堂能够提早到，特别是第2堂弟兄姐妹。那请小组长再一个动作就是，如果他不能参加，他那天真的有时间冲突，你要把他列入请假名单，把名单送给我们的维师干事，让他做统整，然后在当天小会员内做这样的名单的审核跟资料的审核当然我们要用祷告的心为这一些人预备，然后能够被神所选。那还有一个小小的报告，就是说我们那一天呢，为了节省选举的开票的时间，以前我们都一直唱票，但是14个人，如果有300个人投票，你看要练几次？我们的长老都练到要喝那个很多水而且要吃那个猴丸了所以我们现在改良一下，因为等于是有监票人员，有分6组，然后到3楼去开票，所以时间可以节省1/6变成1/6，那是不是很快？那第2次如果还是人很多没被选，可能要第2次也要分组如果人剩下像1-2位没被选上，那就很快了期待我们的选举时间能够很顺利。那一天我们没有午餐所以会发便当给大家这样子期待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11月2号那天特别要把时间留下来，我们用这样的报告谢谢大家。请兄姐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荣的诗歌。诗歌结束，请夏牧师来做祝祷。我的神，我的王我要遵从你的命，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扶持、相通、引领，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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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来避会。